报道。依然有农民烦恼讲，农地厝是愈起愈济，农地却愈来愈少。伊租的农地地主最近嘛拍算要卖，所以就发起一平地主的计划，一人买一平，甲伊现在750平的农地拢买落来，佮再租互伊20档可以当继续优先种植。租金是一人一罐1斤的米，1个清酒。目前嘛已经卖出400多平咯，够袂少人加支持。这几年伫宜兰的田内面，常常看到农地顶头菜要卖的牌影。宜山乡青高村的小农宋路金，伊做的这个农地也菜牌影讲要卖，感受到这几年宜兰县农舍愈起愈多，农地流失正严重，所以就发动一平地主的计划，找支持优先种植的地主，做伙出钱买750平的农地。这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招募有意愿的地主，那就到7月底的时候看看有多少一平地主。然后就来去看看能够有多少能力买下多少农地。这嘛已经募集到456平，按算阁要招到7月底。这个甲参加的人最近讨论买地的代志，到时才看一平土地偌侪钱，大家出钱。结果做好宋路金20年，继续优先种植。宋路金也是万岛生活小农社群的执行长，伊讲，这个种日本关储备的农地，以后地主除了会当摕到一平土地权证，也用这种米来做清酒，和参加买地计划的民众一人一罐，当做20年的租金。确认要成交的时候，他们才会真正的把钱付出来。对。这个钱付出来，其实也应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经过我们，就直接会进到地主那边。根据宜兰县政府的统计，宜兰县自2018年到即马，申请起农舍资格审批的案件大概1800件，每年核准300多件。农地流失一直拢是宜兰长期以来的问题。不过，一片地主敢有法度收掉农地，抑个以后伫个产权是毋是有啥物问题，可能要到时才会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